台北市府和自由车协会举办自由车环台赛，今天17日登场。今年共有20支职业车队参赛，超过200位好手参与盛会。中华队由选手冯俊凯领军，期盼为台湾夺得好成绩。主持人，我们要力争明年看看环台赛是不是能够升级这件事情。国际自由车环台赛首站台北站，17日上午9点开跑，从北市府出发，经过松高路、仁爱路等，绕行8圈，共83.2公里。一旁的观众也能感受到选手的飙速感。主持人，我们现在准备接受最后一次抢分。今年赛事有来自各地的好手，20支职业车队，超过200位精英，要在这5天内，共5站的高规格赛事中角逐冠军。而今年中华队同样是由自行车一哥冯俊凯领军，带领新生代好手，力拼团队前5名。体育署长林哲宏，我们希望明年、来年或者是后年开始能够争取到国际最高级的一个赛事。我们期许这样的赛事可以在台湾举行，尤其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是台湾唯一经过国际自由车总会认可的一级自由车赛事。透过这样的国际赛事，不但能提升城市形象，也可以让世界看见台湾。